特區政府舉辦香港國安法公佈實施5週年論壇，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擔任開幕典禮主禮嘉賓。佢發表主旨致辭時提到，香港特區政府同社會各界必須要團結一致、擔當作為，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並且把握4個要點。一係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二係發揮香港內聯外通獨特優勢，以開放促進高質量發展；三係善用香港法治金字招牌，以法治保障高質量發展；四係維護好行政主導體制，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水平，以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嘅時候，感謝夏寶龍為香港未來嘅安全同發展指明方向。李家超指出，有一國兩制嘅制度保障，以及香港國安法保駕護航，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融合互補，香港嘅發展同埋改革一定可以不斷穩步推進。下晝嘅論壇邀請到知名法律專家學者一齊回顧香港國安法嘅立法原意同埋背景，並且探討香港國安法實踐以嚟嘅豐碩成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喺論壇上致歡迎辭，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就為論壇總結。